事情，在今日激動未停，也許只跟反應。人情感往往亦太豐盛，思緒亂了，心境沒法子稍作暫停。害怕爆發地動情，受傷後心路歷程也勁，悠然作聲，如漩渦永遠無法安靜。昂形或者適應到一並，我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連情緒都可給佔據，仍難放得開所有離散必須成為累贅，或如水戀前後再聚。原來乾脆亦是一種面對。I do care， 若時間傷口中撤退，為求半分鐘不要延長下去，在下秒鐘請及時停下眼淚。渡過着各樣劇情，或收穫一份不明最好，也能珍惜。好悲怒可會播着了歌詠，仍全力想傾聽這衝擊。常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大是誰都可給佔據，幾多必須苦水，有時候也想擊退，直情是難應對，寂寞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而在幸福可以自取，平和半秒，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去。I do care， 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而純粹出口很有趣，一點即使走出去時候會否不對，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裏。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成長嘅出口。